新闻来关心咱的健康。最近的食药署有去抓到3位假设伫境外网站违法卖这个壮阳药啊塞利斯。这个网站分别假设伫美国甲巴哈马，因为呢抓无这个卖人，目前的海关干会使就这个收件人追究伊的刑事责任。依照药事法律规定，你若无药证人，袂使伫网络卖药品。违法的人会使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、1亿以下的罚金。而且这壮阳药啊塞利斯是处方药啊。 无纳入这个健保的给付，必须经过医师来开这个药单了，才是摕药来食。啊，食药署是呼吁民众，若是真正有相关的需要，上好是依照正常的管道去找医生，取得合法的药品，若无食，恐惊会食官司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